见证人是看到、听到、相信，搁做见证的人。圣经中有算袂了的见证人，亲像伫字体会验中看见上帝权力的模式，听见上帝呼召去做见证的以赛亚，受派遣去见证耶稣是独一真光的以赛约翰。你敢是见证人？恁敢要做见证人，还是恁较无搁较侪的证